就要甲台湾的石斑斗相挺。台南将军区有业者用石斑来做水饺鸭，这个石斑水饺嘛将做台南将军特有的在地海味。进前中国为进口台湾石斑鱼，对台湾渔业产生大影响，所以将军区就业者把石斑鱼包入去水饺内底，做石斑鱼水饺。因为最近渔业受到一些冲击啦，那我们想说我们的火烧虾水饺跟剑虾水饺也卖得不错，所以我们这次在有新的 idea， 把我们的那个石斑鱼也融入到我们的水饺里。海产拢易产贵，为了民众会当食到无同海产，业者若做石斑鱼水饺，嘛甲将军在地只会火烧虾含咸虾做水饺的鸭，互民众一年四季会当食到将军才有的海产料理。石斑鱼水饺，我觉得这个可以把它列为明年度的一个新的计划。业者嘛讲，因为用料鲜佮实在，民众若是想要食到石斑鱼水饺，欢迎伫咧网络顶注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